来记，我从亲爱兄弟姊妹，看着大家清水水，握着手来到教会，要三甲来同心敬拜上帝，心内就着跳大欢喜。伫敬拜内心，咱就要唱歌来学罗上帝，咱就真敬拜，咱同心敬拜因哈利路亚。 哦，原来就是安尼，足侪原来就是安尼。咱即摆就要来
咧遮看大家，伫遐咧唱歌的时候，哇，偌尔水，偌尔温暖，偌尔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上帝听。咱搁唱一摆，为什么天色会变化？为什么草会无生？为什么月亮会发光？为什么日头会温暖？拢是上帝听。天色哪会变化？天色。 上帝为伫咱的心内真最好的帮助。